肯加速追翻唔少嘅。今日可能都要即係同樣嘅處理咯，因為佢又唔係話飛快速度嗰啲馬，夾硬搶出嚟呢，可能早段都俾人頂嘅。9號聖多多，咁啊呢隻都唔知點跑法㗎，其實都因為佢都呢一兩次都擺喺前面走，咁啊贏啊贏零利標區，咁啊零利標區嗰啲其實都保重啦，咁上季嘅事嚟㗎啦。今季兩場都唔可以太作居嘅，狀態都維持得幾好。係啊，呢啲即係偉達保養得幾好嘅馬嚟嘅，不過谷草嘅經驗佢上邊就好少嘅，即係比較早期嘅跑過。前季跑過跑馬地啦，近呢2季都冇跑過㗎啦。咁啊呢隻馬起碼個狀態呢，試正正先。10號嘅超步速回千歲，最後入閘係勇威神區。全部馬不準備妥當4場賽事4班1000嘅短途賽，暫時大熱係1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內欄位置超步速啦，中間紫衫紫帽呢，就係呢隻獵寶勤啊，出邊白衫進佔第2位呢，仲有聖多多啦，後邊嗰排啦，內欄橙眼罩電信驕陽，中間夾住黃衫加州得力，外邊勇威神區最出綠衫呢，仲有一隻逆雨陽明啊，內欄綠帽嗰匹呢，咁啊仲有星光快區啦，中檔位置就盈影飛馳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檢測精英快樂之友啊，暫時墊後喎，金匯千歲嚟㗎，好啦，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有一對啊，外邊位置就逆雨陽明啊，響入邊呢就獵寶勤啊，咁啊跟住個第3位有勇威神區啊，內欄第4係超步速，中間第5啊聖多多，第6位橙色眼罩電信驕陽啊，內欄第7有星光快區，後啲嘅馬盈影飛馳加州得力，尾3快樂之友，尾二檢測精英響後邊仲係白衫白帽嗰隻金匯千歲，最後直路啦，獵寶勤就佔先少少嘅，見到逆雨陽明兩匹馬拍住嚟鬥緊㗎啦，喘內欄上有星光快區唔係好夠位喎，呢個時候聖多多亦都追上嚟，最出啊仲有隻加州得力啊，最後100零米聖多多佔先咗，沿欄上嚟有呢隻星光快區接近終點聖多多，咁啊啱啱終點前到先啊，內欄位置星光快區追咗上嚟，至於第3名嘅馬獵寶勤逆雨陽明都相當接近啊，結果今場賽事揈出嚟衝呢就好啲喎，呢隻聖多多咁啊終點前力壓埋邊曾經塞過車嗰隻呢星光快區，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啦獵寶勤紫色衫637號係逆雨陽明，亦都需要影相。好啦，贏馬聖多多啊，過到嚟跑馬地，可能真係啊約早部署喺跑馬地度出擊贏馬。星光快區慘啊，嗰度俾隻獵寶勤呢壓埋去唔夠位，否則個餘勢都幾好啊。而家翻嚟跑過第2啦，3成名要影相啦，睇下獵寶勤影唔影到。臨尾啊落好多飛啊，嗰星光快區。暫定名次第1名9號，第2名5號，3、4名要影相嘅。睇下重播先。4場賽事4班1000嘅短途賽，暫時大熱係1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內欄位置超步速啦，中間紫衫紫帽呢，就係呢隻獵寶勤啊，出邊白衫進佔第2位呢，仲有聖多多啦，後邊嗰排啦，內欄橙眼罩電信驕陽，中間夾住黃衫加州得力，外邊勇威神區最出綠衫呢，仲有一隻逆雨陽明啊，內欄綠帽嗰匹呢，咁啊仲有星光快區啦，中檔位置就盈影飛馳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檢測精英快樂之友啊，暫時墊後喎，金匯千歲嚟㗎，好啦，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有一對啊，外邊位置就逆雨陽明啊，響入邊呢就獵寶勤啊，咁啊跟住個第3位有勇威神區啊，內欄第4係超步速，中間第5啊聖多多，第6位橙色眼罩電信驕陽啊，內欄第7有星光快區，後啲嘅馬盈影飛馳加州得力，尾3快樂之友，尾二檢測精英響後邊仲係白衫白帽嗰隻金匯千歲，最後直路啦，獵寶勤就佔先少少嘅，見到逆雨陽明兩匹馬拍住嚟鬥緊㗎啦，喘內欄上有星光快區唔係好夠位喎，呢個時候聖多多亦都追上嚟，最出啊仲有隻加州得力啊，最後100零米聖多多佔先咗，沿欄上嚟有呢隻星光快區接近終點聖多多，咁啊啱啱終點前到。睇睇第3名張相，結果係紫色衫嘅獵寶勤到先，逆雨陽明跑過第4。第4場嘅預計派彩啦，第1名係9號嘅聖多多，獨贏派72蚊，位置派27蚊。第2名係5號嘅星光快區，位置派32個半。第3名係11號嘅獵寶勤，位置派16蚊5毫。第4名係7號嘅逆雨陽明，連贏5搭9派362蚊。
位置 Q 5搭9派106個半，9搭11派55蚊，5搭11派66個半。二重彩9號、5號順序派636蚊，3重彩9號、5號、11號順序派2934蚊，單 T 係派483。賽事總時間1分10秒39。呢組啊慢過頭先嗰場好多啊！頭先1分9秒7啊！真係過嚟啲對手弱啲啊，多多。沙田有時你多啲側身馬呢，可能佢有名氣嘅招氣嗰啲，已經一場都可以贏得到。同埋今日有馬帶住佢跑咯，即係佢跟前第二啊嘛。有隻列普勤呢，佢內側放呢，咁佢會好啲，好過自己夾硬搶佢放頭咯。我諗對於佢會好啲。巡邏影片都要睇翻幾隻馬嘅處理嘅，譬如加州得力啦、勇威神區啦、金匯千歲啦，幾隻馬嘅走位。咁起步都可以睇埋隻建測精英嘅。咁啊，一係前一係後咯，佢決定咗拖後跑啊！佢都有追喎喺中間，其實佢有衝翻上嚟都好近嘅，翻嚟同加州得力一齊到咯兩隻。咁啊，今日啊，希威深貨宏星都有馬贏。咁數唔數田大安㗎？又係呢個問題。董明朗呢？咁啊，影到第3先嘅田泰安。4連環預計派彩5號、7號、9號、11號派1104蚊。4重彩9號、5號、11號、7號順序派28,699蚊。咁啊，保養方面啊，真係仲係幾 fit 嘅呢隻聖多多。即係長期見狀態好，咪等機會咯嚇。過嚟韋達道 keep 得好好。係。咁要拆3組，呢組時間仲會比較慢啲，點暫時2場計啊。咁啊贏到。嗱，巡邏影片先睇12檔啊。建測精英。起步你見到個處理啊，啲手勢呢都係唔喐緊嘅啦，即係唔想搶嘅啦。金匯千歲縮咗落個尾度，一陣間要睇睇啦。勇威神區紅眼罩順勢上前想搏位嘅，咁啊結果呢俾人頂咗外搭。另一隻好落力嘅加州得力呢，今日都想搶位嘅，咁但係又係俾人頂3搭。終於今日嗰啲4檔馬都唔係走得好好啲位啊，有3碟。前邊放就列寶勤啦、聖多多啦，外邊就逆雨揚名啦，後尾都走上嚟嘅。勇威神區、加州得力一路都喺外邊啦，跟住係電信驕陽啦，埋邊就超步速、星光快區、形影飛馳，跟住就建測精英啦、快樂之友，快樂之友直路應該阻到金匯千歲嘅，包尾就係嗰隻金匯千歲啦。係啊，金匯千歲都已經拖埋欄先嘅啦，因為都知道轉彎論盡，希望挨埋欄，盡量慳住喺轉嗰個彎，點知都有啲意外。星光快區係今晚嗰個食糊位嚟嘅，睇下嗰位點解咁窄㗎啦？前面列寶勤呢度唔係好夠啊，其實個位係泰安嗰度窄，順勢埋去。呢度已經田泰安有少少抽翻出嚟㗎啦，咁變咗有位就追。其實加州得力你咪睇翻上次同今次啊，都係嗌到拿跑。上次都係咁樣3碟轉大彎㗎，打一邊就收工。今日唔係，你睇下原來騎上嚟翻嚟都好近嘅可以。第4場都復榜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派彩5搭9派106個半，9搭11派55蚊，5搭11派66個半。二重彩9號、5號順序派636蚊。4連環5號、7號、9號、11號派1104蚊。4重彩9號、5號、11號、7號順序派28,699蚊。馬寶派彩頭關10號、尾關9號正獎派684蚊，頭關10號、尾關5號安慰獎派233蚊。
第4場嘅分段時間，頭段23秒55，第2段22秒56，末段係24秒28。賽事總時間1分10秒39。